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所来，咱来看这下一期提供予各位的参考好未？会员朋友加看咱的会员影片，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也未订阅咱频道的朋友，会记甲咱的频道订阅起来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下2025年5月28号。2025年5月28号，永533做伙开出来。下两期4尾带142数。第二组2026年2月11号，永533做伙开出来。下两期来4尾带043数。第三组3月20号，永533做伙开出来。下两期4尾带2数。上尾一组来5月18号，永533做伙开出来。下两期4尾。来，以上台尾提供咱539的朋友参考，会员朋友会记看咱会员影片，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，祝各位拢使顺利中奖，咱下期节目见面。